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嗱嗱林啊！喺上個視頻結尾，特利普話請我做白宮嘅打小人專員，因為佢仇家多，佢話自己鬧唔切啊。雖然我覺得打小人係大材小用，但始終都係一份出賣勞力嘅工啊，我會認真對待㗎。遲啲可能有機會做返白宮秘書仔呢。嗱，打小人係需要一隻結實嘅拖鞋，買返對名牌 Jimmy Choo 嘅拖鞋就最啱啦。哈，仲買返一部即影即印嘅相機，打小人就更加快捷。呢啲架撐都係應該由公帑俾錢㗎嘛。嗱，特利普好心行過嚟，從個褲袋揞出咗一張黑金信用卡俾我，話呢個係一張公務員採購信用卡，要購買工作上有關嘅嘢就即管用佢啦。哇，多謝新老細啊！我人生都係第一次擁有黑金卡咋。但係當我一返到去 office 上網俾錢嘅時候，過唔到數嘅，假卡嚟㗎，我咪即刻打電話俾特利普咯。哈，佢話過唔到數就啱啦，因為呢張卡只有1蚊美金嘅使用額。吓，1蚊雞，而家連一罐可樂都買唔到咯，你玩我啊，刮刮樂啊？哼，特利普話冇搞錯啊，呢個係佢心腹馬斯克下達嘅最新慳錢命令，所有公務員嘅信用卡只有1蚊美金。吓，咁我啱啱先落訂咗嗰對 Jimmy Choo 用嚟打小人，點辦啊？嗱，顧名思義，員工信用卡係俾你用嚟採購啊、book 出差嘅機票啊、酒店之類嘅嘢。但係 Trump 人士 Trump 作風，喺2月26號，特利普簽咗一份行政命令，所有政府機構員工嘅信用卡會被停止使用30日，之後再另行通知，但不包括用作救災、執法機構、軍隊、海關邊境部門。呢啲部門採購幾多鎖鏈捉非法移民都得啊。嗱，馬斯克嘅慳錢部門叫做 Doge， 話要反浪費、反貪腐，喺2個星期之內急凍咗16個部門嘅14.6萬張信用卡。馬斯克話遠遠做得唔夠啊，聯邦只有230萬名員工啫嘛，發現竟然總共有460萬張 active 緊嘅政府信用卡。呢個咪即係2倍，平均每個人有2張啊！咁亦唔怪得馬斯克要出手啦。喺2024年，呢460萬張信用卡竟然總共花費咗400億美元，包括俾錢埋各類嘅承包商。大家都知啦，美爹政府嘅承包商先係真正嘅有錢佬啊嘛。嗱，而家馬斯克乾脆將信用卡定為1蚊美金使用額，變相大家唔使用啦。如果你而家想要啲咩紙筆墨啊，可以問其他部門借噶嘛，發揮合作精神，或者自己先出住錢，再填方報銷，等核實之後會還返錢俾你。總之而家大家話做唔到嘢啊，好猛整啊！而家連清理 office 嘅垃圾費都要自己先揞錢啊！嗱，不過而家國家教育部連信用卡1蚊雞都冇得用啊！國家教育部有大概4000名員工，年度1000億美元 budget。喺3月11號，有1315名員工首先被裁員，華府辦公室即日關閉，亦唔會續約紐約三藩市嘅 office。被裁嘅員工都會補水到9月30號，或者有最高25000蚊美元嘅離職補償。嗱，共和黨係醞釀咗45年要關閉教育部㗎，最終一個員工都冇得留低。哈，唔通特利普要大家變文盲？哦，聽我解釋啊。嗱，首先根據美國憲法，教育唔係基本權，係因為憲法並冇着墨教育，咁只能夠當係冇啦吓。於是就默認為教育歸於憲法第10條修正案，
就係各州擁有相對獨立嘅自主權，引申為教育係屬於州嘅責任，由州自己設計課程同埋建立教育標準，仲有預算。咁基於憲法，美國國家教育部不涉及設計課程，主要職務係負責補助方案，例如審核獎學金啦、助學金啦，以及執行聯邦嘅教育法案。就算向各州撥款，亦都只係得嗰8%，亦即係話每個州係要承擔自己本州教育部92%嘅費用。咁唔怪得國家教育部係聯邦最細嘅部門。其實教育部改錯名啊，應該只係叫做獎金部咪得咯。而家審核獎學金啊、助學金就撥俾財政部做，所有嘅嘢都一切如常運作。嗱，我明白邊個都唔想面對裁員，但係單睇國家教育局嘅職能，又好似必然會被董王同埋馬王一鑊炒起喎。嗱，大家唔使驚㗎，當以後民主黨上返場，國家教育部可能翻生呢。嗱，喺1979年，民主黨嘅卡特將教育部升級為內閣部門，當時候共和黨就極力反對。1981年上任嘅共和黨列根就話要徹底剷除教育部，但只不過當時候過唔到國會啫嘛，所以 cut 教育部並唔係特離譜諗出嚟嘅，而係共和黨45年嚟嘅心願。嗱，美國並冇統一嘅教學課程，係世界獨有嘅教育系統。如果統一咗啦，又話邊個族群跟唔上啊，又會俾人鬧嘅。從初中開始，學生就可以自行選擇課程，老師亦會自行選擇課本，咁樣亦導致咗教育程度參差不齊。高中畢業嘅時候，有啲人嘅數學程度係微積分，有啲竟然係初級代數喎。咁當然華人學生通常會選擇難度高嘅課程嘅。嗱，呢種叫做去中央化教學方法，話配合唔同程度嘅學生走人生唔同嘅路。美國人天生被灌輸一個概念，要聽州政府嘅，都唔聽聯邦政府。中央化就會導致教育只有一個方向，好恐怖㗎。中央化叫做冇自由，中央聯邦管得越少就越好。咁當然面對災難嘅時候，聯邦唔嚟又會俾人鬧嘅。而家解散聯邦教育局又話唔捨得。嗱，特離譜係要將教育工作下放返去州政府處理。國家教育部咪有4000人嘅，但係單一個加州教育部都有3000名員工喎，咁你咪自己州搞掂佢咯。唉，既然而家咁容易被裁員，我決定都係攞返我對舊鞋打小人啊！1蚊一隻雞貴，定係1蚊一隻龜貴呢？其實而家1蚊只係夠買一隻雞蛋，連買6合彩都要2蚊啦。但唔通我成世人都係打小人咩？我唔甘心啊！誒，我啱啱睇到手機嘅新聞，話喺舊年7月份喺特離譜被行刺嘅現場，有一位叫做 Sean Curran 嘅特勤人員參與咗保護工作。特離譜為咗感激對方救過佢一命，阿 Sean 啱啱被升為特勤局局長啊！哦，原來夠特離譜就可以升職。誒，我又有咩機會可以大顯身手呢？但而家係特離譜冇事，反而係菲律賓嘅特離譜，亦即係前總統杜特爾特有事喎。佢從香港一飛返去首都馬尼拉，就俾現任總統小馬可士配合國際刑事法庭出動咗7000警力拘捕杜特爾特，無啦啦要杜特爾特轉飛荷蘭嘅海牙法庭受審。捉杜特爾特嘅一啲軍警仲當場喊咗出嚟啊，替前老細唔抵啊！但佢哋都要出糧㗎。嗱，杜特爾特嘅罪名係喺2016年至到2019年之間發起咗對毒梟嘅圍剿，導致咗1.2萬至到3萬人死亡，其中可能有好多係被點錯相嘅，無辜嘅人被殺害。國際人權組織要起訴杜特爾特，咁我覺得對付毒梟呢個概念係絕對冇錯嘅。但如果有無辜嘅人受害，的確亦要追究。
究竟當日邊個執法部門負責行動，邊個落手嘅？而且杜特爾特後生嘅時候都好狂妄嘅喎，攞住支機關槍影相亦係家常便飯。咁佢一生人有冇涉及至少一宗以上嘅命案呢？我哋心知肚明。但係既然佢嘅罪名係反人類啊嘛，點解嗰隻魷魚佬史塔內有胡仲未被捕啊？佢依然逍遙法外，佢日日仲加害老弱婦孺啊！佢而家甚至阻止食水啊、食物啊進入加沙，仲 cut 埋人哋啲電啊！起碼杜特爾特冇禁止啲毒梟食呂宋芒啊！嗱，魷魚國可能話佢哋都唔係國際刑事法庭成員，唔使理會嘅。啊，呢個 ICC 國際刑事法庭其實唔係聯合國組織，世界亦只有63% 嘅國家係其成員國，多數係嚟自歐洲、拉丁美洲、一半非洲，仲有澳紐。喺亞洲，除咗日韓之外，大部分都唔係成員國。世界三大巨頭中美俄亦唔係國際刑事法庭嘅成員。嗱，菲律賓喺2018年3月份，杜特爾特亦退出咗國際刑事法庭，至今都冇重新加入返。小馬可仕亦喺2024年1月份講明國際刑事法庭對菲律賓冇司法權，但而家小馬可仕全力配合大龍鳳，好明顯係要剷除杜特爾特同埋佢嘅勢力。雖然而家係2025年啫，但係菲律賓依然係群雄割據嘅國家。菲律賓由不同大小嘅島嶼組成，竟然有180個政治家族各佔山頭。咁當然大勢力只有嗰幾個家族，佢哋互相對抗又互相依附，佢哋都喺度鬥安插啲姨媽姑姐啊、兄弟叔伯入去政府機構。菲律賓82個省長入邊，有71個嚟自政治家族，149個市長入邊，有113個嚟自政治家族。今次杜特爾特被捕，係菲律賓政治家族鬥爭嘅升級版，去到中美爭霸。嗱，話說小馬可仕個爹哋，前菲律賓總統大馬可仕，喺1970年代有一個極力反對大馬可仕獨裁嘅議員，佢叫做阿基諾。阿基諾後尾流亡到美國。嗱，同樣杜特爾特個媽咪亦係政治活躍分子，當年亦係極力反對大馬可仕嘅。跟住喺1983年，大馬可仕答應阿基諾可以從美國返嚟菲律賓，但首先要去坐一坐監，過一過冷河。點知道阿基諾一到咗首都馬尼拉機場，一落飛機嗰條樓梯嘅時候，阿基諾就被槍手當場爆頭，被行刺身亡。喂，當時候大馬可仕係派出咗1000名軍警，話保證阿基諾嘅安全嘅喎，點解都可以俾兇手得逞㗎？兇手亦當場身亡，死無對證喎。總之，只要馬可仕家族執政期間，佢哋嘅仇人喺機場都會舐嘢㗎。嗱，阿基諾死後，唔單止你和我啊，連菲律賓全民都信唔過大馬可仕，於是嚟個全民反佢，導致阿基諾嘅老婆喺3年後1986年選上咗總統，咁就變成咗大馬可仕成家人要流亡咯噃，包括埋而家嘅小馬可仕啦吓。當時候美軍派出咗4架海王直升飛機，帶馬可仕一家人到咗關島。咁當然仲帶埋幾十億美元嘅資產一齊走佬啦。如果唔係馬可仕家族，點可以保持歷史上最大政府貪污案嘅紀錄啊？嗱，無獨有偶，大馬可仕亦被指控反人類，罪名同杜特爾特係一樣㗎。嗱，阿基諾個仔亦喺2010至到2016年做過菲律賓總統。另外，大家熟悉嘅阿羅約夫人個老豆亦曾經係總統，大家就可以睇得出嚟，菲律賓嘅民主選舉其實係俾啲百姓選邊個家族啫。但係無論邊一家人，睇佢哋嘅歷史都唔係省油的燈啊。嗱，
香港大概有14萬菲律賓人。杜特爾特今次去香港就係為咗中期選舉拉票。佢喺香港嘅週末出現，啲菲傭放假，佢幾咁受歡迎啊！杜特爾特曾經斷斷續續做過30年達沃市嘅正副市長。佢今年2025年又要選過。佢喺香港為自己同埋家族嘅勢力拉票。佢嘅女兒 Sarah 雖然身為副總統，但喺2月被彈劾。杜特爾特為咗個女以後嘅政治生涯，不顧國際刑事法庭嘅通緝令，一定要飛香港。咁杜特爾特喺香港梗係安全啦。但當佢從香港返去馬尼拉嘅時候，都咪話唔驚啊！馬可仕父子都好鍾意喺機場玩嘢㗎嘛。但係杜特爾特話唔驚，佢係一名戰士。OK， 咁就束手被擒咯。軍警機場報我，問你是路幾番歸，竟然是錯。通緝竟然是我，直接就轉機歐洲監房直播。非自由，完全非自由，全程鬼見愁，大鑊的陰謀。嗱，坊間有傳言話杜特爾特去香港其實係尋求中國嘅政治庇護，但係佢個女 Sarah 否認佢哋有同任何中方官員接觸。如果杜特爾特仲未被捕，就喺香港尋求庇護嘅話，咁豈不是此地無銀300兩？佢可能亦喺度賭緊一鋪，小馬可仕唔夠膽捉佢嘅。仲有，如果杜特爾特尋求中方庇護嘅話，佢嘅政治家族就會永遠俾人有話柄，佢一定要做個漢子，返去菲律賓。嗱，杜特爾特喺馬尼拉被逮捕嘅機場，就係為咗紀念阿基諾，叫做阿基諾國際機場。小馬可仕仲準備咗一架包機，將杜特爾特打包去荷蘭啊！鐵咗心一定要搞佢。咁如果佢被判有罪嘅話，應該係終身監禁，呢世人都唔使返去菲律賓啦。咁壯烈，馬尼拉機場使唔使改個新名啊？嗱，其實杜特爾特同埋小馬可仕喺3年前係諗住放低上一代嘅恩怨，諗住拍住上。杜特爾特個女 Sarah 做咗副總統。撞鬼！小馬可仕同 Sarah 又好似幾有夫妻相咁噃。嗱，菲律賓正副總統係分開選嘅，可以嚟自2個唔同嘅黨派。小馬可仕原本答應咗杜特爾特，俾 Sarah 做個國防部長，但最後反口，只係俾 Sarah 做一個冇軍權嘅教育部長。小馬可仕將國防部長俾咗自己嘅心腹，就係同樣反華嘅特奧多羅做。嗱，跟住喺2年半前，拜花登氹好咗小馬可仕，要佢做反華嘅爛頭卒，日日用嗰隻爛船去挑撥中菲嘅關係。杜特爾特主張親中噶嘛，咁2個家族更加水火不容。小馬可仕一路清除咗杜特爾特安插咗喺內閣嘅成員，而且喺啱啱嘅2月5號，副總統 Sarah 更加被彈劾，罪名係1. 亂使公帑， 2. 失去民眾嘅信任， 3. 企圖行刺總統同埋眾議院發言人。咁 Sarah 又真係曾經講過，如果自己有事，已經請好刺客去搞掂阿小馬。哇！睇嚟2大家族真係好憎對方喎。嗱，Sarah 而家飛咗去荷蘭海牙陪爹哋，仲係保留咗教育部部長嘅工作。咁至於副總統職位是否最終可以彈劾成功，咁仲要等下先知道。咁而且杜特爾特亦保留咗競選達沃市市長嘅資格喎。萬一佢喺荷蘭拘留所當選，真係好符合菲律賓 feel 嘅戲劇性啊！菲律賓總統只可以做1任6年，當小馬可仕離任之後，可能又輪到佢被捕呢。嗱，Sarah 話會參選2028年嘅總統選舉，咁小馬可仕嘅31歲大仔亦已經係眾議院議員啦。各大家族已經就位 roll 機，菲律賓嘅政治家族會永無止境咁不斷輪迴、不斷鬥爭。但有趣嘅地方係，
無論馬可士家族啊、杜特爾特家族或者阿基諾嘅家族，全部都有華人血統嘅。唉，特尼普同埋杜特爾特都算相識一場啊，佢到而家都仲未發表任何意見。特尼普俾短信我喎，佢叫我而家去 Tesla 嘅分銷商揸部 Cybertruck 返嚟白宮嘅草坪。佢話要我喺草坪開車展，速去速回，唔好撞車啊！呢個任務好簡單啫。好啦，我好威風咁揸住部 Tesla 喺華府飛馳，直奔白宮。但係 GPS 嘅行車路線要途中經過好多嘅政府辦公大樓㗎噃。哎呀死啦！而家啲公務員最憎就係馬斯克，最新消息又話下個禮拜炒郵局1萬人啊！咁我揸住部 Tesla， 咪就等於闖入咗敵陣。喂，點解我撳部電腦唔喐嘅？我換唔到路線啊！哎呀，我死硬啦！而家全美都有破壞 Tesla 嘅行為，有啲車被畫上納粹嘅標誌，甚至有 Tesla 嘅充電站被燒啊！ Tesla 嘅股市跌宕起伏，馬斯克捨命陪董王，身價蒸發咗唔少啊！哇，沿途仲有咁多示威嘅人，咁危險，唔怪得特尼普要我揸架車返去白宮啦！哇，我俾人掟雞蛋啊，咁抌本啊！哇，仲有人攞住1蚊嘅信用卡想刮呢部車啊！哎呀，呢部車又唔係我嘅，仲防彈，佢哋即管破壞啦！就喺呢個時候，啱啱紅燈，有一個好高大，用紙袋笠住個頭嘅男人，突然間衝咗入我架 Tesla。喂，做乜鬼啊？你想入嚟襲擊我啊？但係我睇清楚一啲，呢個紙袋人有露個嘴仔出嚟，仲嘟嘴嘅，咁熟口面，咁仲唔係特尼普？特尼普話 It's me， 佢啱啱喺 Trump Tower 俾撐巴人嘅學生圍啊！佢炒公務員，經濟繼續衰退，加全世界關稅，但又俾人加返報復性關稅，佢咪俾人圍咯，所以要笠住個紙袋啊！喺呢個時候，我突然間停咗架車，威脅佢，我話如果你想我帶你殺出重圍，除非你俾我做返秘書仔啦，如果唔係，我即刻推你落車啊！你睇下出邊全部都係示威嘅人士。What？ 特尼普話全世界冇人可以威脅到佢噶，佢要即刻炒咗我，佢大不了咪落車自己行路咯。但係佢點樣都開唔到部車門啊！原來佢唔識開 Tesla 嘅車門噶。你一向反電動車，支持石油行業噶嘛？你梗係唔識開電動車嘅車門啦。特尼普話佢反覆無常係常態嚟噶。尋日可以支持汽油車，今日可以支持翻電動車噶。喂，太多人示威啦，仲唔快啲開車？秘書仔你啱啱叫我秘書仔啊？OK， 你坐穩啊吓。點解我死揼油門，架車都唔喐嘅？哎呀，死啦！我唔記得充電啊！好啦，今日又講到呢度，下次再傾啊，拜拜。